有啲高音會慢慢包住你，但係有啲高音一開口就直接刺入耳仔嘅一把刀。今日我哋嚟睇下兩位 BTS 主唱 Jin 同 Jimin 高音唔同感覺嘅分別。Jin 嘅高音最特別嘅地方唔係衝擊感，而係情緒擴散感。你會覺得個聲唔係撞過嚟，而係慢慢打開，慢慢滲入你耳仔。呢種感覺我會叫佢情緒豐盈。Jimin最特別嘅地方係唔止一種形態，有時佢嘅高音會有種失重感，聽落極度輕盈，但係突然間你會覺得自己好似跌落去。呢種係失重豐盈，但係有啲情緒爆發位，Jimin嘅聲會突然之間變成刀，聲音會開始變薄、變尖，壓縮感會突然增加，你會覺得個高音唔再包住你，係會直接處穿情緒。呢種係危險刀型，所以Jin嘅高音會慢慢拉你入去，情緒豐盈。Jimin會突然處穿你，危險刀型。全能歌手可以駕馭好多感覺，但係真正最致命嘅通常只有一型。而Jimin最危險嘅地方就係刀同鋒之間嘅轉化感。你更容易俾邊種聲音拉入去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